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7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出埃及记18章第1节到12节，歌罗西书第1章27节到第2章的第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主里。摩西领受了上帝的呼召，带领以色列60万大军离开埃及，前往上帝向以色列人祖先所应许的地方。但是摩西的领导统御能力好像不是那么的强。我们看到摩西以人自己的力量方式在带领这一群所谓的乌合之众，但却是劳累不堪呐。后来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太太以及2个小孩来探望他，给了摩西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出埃及记18章第1节到12节，叶特罗这样子跟摩西对话。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到了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和他的人民所做的事，他就来见摩西，并且把摩西留在娘家的妻子希波拉和2个儿子带来。2个儿子，一个叫革顺，因为摩西说我是寄居在外地的陌生人；另外一个叫以利以谢，因为摩西说我父亲的上帝帮助我，拯救我，使我没有被埃及王给杀掉。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他的2个儿子来到圣山，就是摩西在旷野扎营的地方。叶特罗先派人通知摩西，他们就要来了，所以摩西出去迎接他，跟他行礼，并亲他。他们彼此问安之后，就进到摩西的帐篷里面。摩西把上主拯救以色列人对埃及王以及他人民所行的一切事都告诉了叶特罗。他又告诉岳父有关以色列人沿途遭遇的困难和上主怎样拯救的事。叶特罗听了非常高兴，他说：赞美上主，他从埃及王和他的人民手里拯救你们出来。赞美上主，他从奴役中把你们解放出来。现在我知道上主比其他的神明伟大，因为当埃及人那样虐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成就了一切。于是叶特罗向上帝献上烧化祭和其他的祭物。亚伦和其他以色列的领袖都来跟他一起吃这神圣的宴席，作为敬拜的礼仪。更简单的说，如果眼目向着上帝，在事情的处理上面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基督徒若是以基督为首，事情就能够轻易的被解决。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中这样的提到，哥罗西书第1章第27节到第2章的第7节，圣经记载说，上帝的计划是要他的子民知道，这丰盛的荣耀的奥秘是要显示给全人类的。这奥秘是基督在你们的生命里，也就是说，你们要分享上帝的荣耀。因此，我们向所有的人传扬基督，用各样的智慧劝诫教导大家。我要把一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使他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为了这个目的，我运用基督赐给我的大能力，不辞辛劳，竭力的工作。第2章第1节，我希望你们知道，
为着你们和老底嘉人以及许多还没有见过面的人，我尽心竭力的工作。我要使他们得到鼓励，能够以爱心团结，有那从真知灼见所产生的充足信心，来认识上帝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基督本身，它是开启上帝所储藏的一切智慧和知识的钥匙。我说这话，免得你们被任何人用花言巧语把你们引入歧途。虽然我的身体不在你们那里，我的心却与你们同在。我很高兴能够看见你们循规蹈矩，并且对基督的信仰有坚固的基础。既然你们接受耶稣为主，你们的行为就必须要以他为中心，在他里面扎根生长，建立信心。你们就是这样受教的，你们也要充满着感谢的心。处理事情，在教会服事绝不是以自己的能力，而是要像活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就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扎根生长，并且建立了坚定的信心。基督徒要如此的受教，并且心中应当要充满感谢的心来活。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我多么爱慕你的法律，我整天不断地思想它。你的命令时常在我的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明智，我比我所有的教师更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教诲。我比老年人有智慧，因为我遵守你的命令。我远离了一切邪恶的行为，因为我要服从你的话。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诲，因为教导我的是你。你的训言多么的甜美，在我口中比蜂蜜甘甜。我从你的法律获得智慧，因为我憎恨那邪恶的行为。感谢主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将眼目对准耶稣基督，全心全意的跟随服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